后来继续来到台中大理一间手摇的饮料店，透早6点外常常来爆炸。2个女高中生当伫个外口咧等公车，互撞一个摔倒伫个涂骹，一个脑震荡，一个骹头有受伤，加在拢无生命危险。讲真有可能是店内的快速路的管线破旧漏开，才来引发着爆炸。 企图为了将这个店门口隔板转到飞几公尺远，要将这个顶下开乌托邦拢转倒去，店内物件嘛拢喷到大路顶。当时2个伫等公车的女高中生嘛是现倒在地，互人送去病院。也是脑震荡啊，另外他的同学脚部受伤。 其中一个女高中生敢若是脑震荡，目前要入病院观察；另外一个脚头有受伤，加在拢无生命危险。你回去记得要用手惊起来啊！他闻到一个浓浓的一个瓦斯味，突然就嘣一声，他们2个人就是摔出去了，他整个脸是朝下的。 起步现场，饮料店的门口是崩甲害了了，并且是为壁甲崩到门口去。相队员入去勘查，发现讲快速路的管线有破坑。他有漏之后，然后他浓度太高，然后遇到2桶的那个瓦斯桶啊，管线已经脱落了，可能那个垃圾桶可能有火源啊，瓦斯又有漏气啊，造成这次的爆炸。 讲可能是糞扫桶有火源，加上有漏瓦斯，才引起起爆。加在无其他人受伤，业者一直甲家长会室咧，佮送这个红包甲因缀惊。透早起爆声音，嘛，互厝边隔壁拢着惊。